来是苗栗有一间补习班，敢若知影要趁钱，拢无咧考虑安全问题。一台接送着学生囡仔8人座的箱仔车，竟然是硬挤入去15个学生囡仔，参司机算算的16个。这警察一拍开车门，坐伫个门边的学生2支骹随捅出来，佮讲家己伫要摔出去咯，有够离经。这警方当场开单来告发。 警察人员拍开箱仔车，坐伫内面的小朋友2脚拢真出伫车外，感觉规人更要落出来。我掉出去了，哇！我们是15。一台8人座箱仔车内面竟然有15个小朋友，除了第2排，后面第3排拍平，违法超载。小朋友完全唔知影家己遮尔危险，也佮向警察警员拍招呼。警察好。好，要去补习了。 跟驾驶人总共加起来是16人，小孩子载到15人。这款情形，警员看者拢硬气，监理站会同警方每个月拢安排8次无定期的拿检，这次伫开学期间扩大稽查，竟然发现遮尔离谱的情形。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，就是处罚3000到9000的一个罚款。 监理站个人拿查142台的车，举发22件，其中有17件拢是超载。另外就是车辆的椅仔改装，这违规的情形。但是补习班的业者贪多近距离接送方便，依然是违规无险。